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神，我们跟你远方的朋友跟他说，今天周三祷告会看到你，我很兴奋。今天周三祷告会看到你，我很兴奋。我们一起从我们的位置站立起来好吗？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敬拜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跟神说：神啊，我们今天预备好了。神啊，我们的心预备好了。神啊，我们的敬拜预备好了。神啊，我的耳预备好要来听你的信息了。神啊，我完完全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们都预备好了。数到3，我们一起来祷告：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今天晚上主我预备好了。主，今天晚上我预备好要来敬拜你。主耶稣，今天晚上我预备好要来领受你。主耶稣，今天晚上我预备好要来听你的话语。主，我预备好要来分享你的话语。神，你今天晚上做你奇妙的工作在我们当中。今天是一个不只是一个祷告会，乃是一个神迹的祷告会。祝你彰显在这当中的祷告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耶！给我们神的一个最大的掌声加呼喊！1、2、3！我们要说复兴从我们开始，阿们！一起来说。在那高空白云上，破晓阳光缓缓升起来，我心不再犹豫不决。主到我，任何困难临到我，仍要选择去你旨意，在神的光中向前行。凭信心来宣告，凭信心来仰望你，要凭着信心显明在我们中间，奇妙的主的慈爱，哈利路亚！耶耶耶！怀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的恢复和复兴，全都从我开始复兴起来。怀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的恢复和复兴是很多少人，你渴望复兴是从你开始的？给我们的神一个最大的呼喊！哈利路亚！耶！一起来说。在那高空白云上，破晓阳光缓缓升起来，拍手的荣耀给他，我心不再犹豫不决。任何困难临到我，仍要选择去你旨意，在神的光中向前行。凭信心来宣告，凭信心来仰望你，我要凭着信心显明在我们中间，奇妙的主的慈爱。怀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的全都从我开始，怀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的恢复和复兴，全都从我开始复兴起来。如果你有信心，复兴是从你开始的话，我们给神一个最大的荣耀的哈利路亚！从头来宣告说，在那高空白云上，破晓阳光缓缓升起来，我心不再犹豫不决。任何困难临到我，仍要选择
主你旨意。是的，在神的光中向前行。一起说，以信心来仰望你，要凭着信心显明在我们中间奇妙的主你。再次我们要说，我们要以信心来宣告，哈利路亚！以信心来仰望你，要凭着信心显明在我们中间奇妙的主你。最后一次说，我们要以信心举起你的手来敬拜他，说，以信心我来仰望你，我要凭着信心显明在我们中间奇妙的主你慈爱。怀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的恢复和复兴是全都从我开始复兴起来。怀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的恢复和复兴是，一起拍手来敬拜，说我们要怀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的恢复全都从我们开始，哈利路亚！怀着主的梦想，我站立起来，靠着主的能力，我要站起来。这里的恢复和复兴是全都一起说，又长的恢复，又长的恢复和复兴是全都从我再次说，又长的恢复，悠长的恢复和复兴是全都从我开始复兴起来。把你的手高高的举起，跟神说，主复兴从我开始。哈利路亚！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跟神说，神啊，真的复兴要从我们开始，复兴要从右昌教会开始。我们就是那个复兴的光，我们就是那个复兴的盐。如果你有信心的，你跟神来祷告说，神啊，你先来复兴我，以至于我可以去复兴这地。数到3，我们一起来祷告，1、2、3，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我们要说，我们要被你复兴，哈利路亚！先来复兴我们，主，我们要先被你给眺望，哈利路亚！主，你复兴我们的灵，主，你眺望我们的灵，哈利路亚！再次，主，我敬拜你，赞美你。我的心安稳，因你与我同在，你是我生命的答案。我的心安稳，因你与我同在，是你看顾我的生命。从头来敬拜他，说主，我的心安稳，因你与我同在，你是我生命的答案。是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的答案。我的心安稳，我的心安稳，因你与我同在，是你看顾我的生命。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他。主，你的拯救是何等的奇妙，你深路过我的心。每当我感到已无能，
里，你伸出大能手拯救我。主你的帮助是何等的奇妙，你深入活我的心。如今我的眼，我只单单仰望你，我能感受你的爱，我的主。弟兄姐妹，这首歌当成我们的祷告。每当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是我们的神在托住着我们；每当我们失去信心、失去盼望的时候，是我们的神在帮助我们。把这首歌当成我们的祷告，不只是敬拜，带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从头来敬拜他。我的心安稳，因你与我同在，你是我生命的答案。对主说：主，我的心安稳，我的心安稳。因你与我同在，是你看顾我的生从头再来敬拜他，说：主，我的心，主，我的心，我的心安稳。因你与我同在，你是我生命的答案。再一次说：主，我的心在你的面前，我的心安稳。因你与我同在，是你看顾我的生。举起你的手来敬拜他，说：主你的拯救是何等的奇妙，你深入活我的心。是的，神，你来虏获我们的心。已无能为力，你伸出大能手拯救我。主你的帮助，何等的奇妙！主你来虏获我们的心，虏获我的心。如今我的眼只单单仰望你，我能感受你的爱。更多的敬拜他，说：主我们的生命，主你的拯救是何等的奇妙，你深入活我的。是的，主你来虏获我们的心，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已无能为力，你伸出大能手拯救我。主你的爱，主你的帮助是何等的奇妙，你深入活我的心。如今我的眼只单单仰望你，我能感受你的爱，我的主。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跟神说：神啊，我们好久没有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来虏获，主，求你来再一次虏获我们的心。正如这歌词说的，主，每当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主你来虏获我们，主你来吸引我们，我们缺乏力量的时候，主你来虏获我们，你再一次恢复我们。数到3，我们一起来祷告，1、2、3，哈利路亚！主啊，主你的爱虏获我们的心，主你再次恢复我们的生命。主，也许我们远离了你，也许我们失去对你的热情，但主，我们要说，求你再次来虏获我们的生命。主，我们要在敬拜当中再遇见你，主，我们要在敬拜当中再一次被你的虏获。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这是我们的祷告，主，这是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主你的拯救是何等的奇妙，你深入过我的。让圣灵运行在这当中，圣灵带领我们来敬拜，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你伸出大的手拯救我，主你的帮助是何等的奇妙，你深入过我的心，如今我的眼是单单仰望你，我能感受你的爱，我的主，我主你的拯救是何等的奇妙，你深入过我的心，每当我感到已无能为力，你伸出大的手拯救我。主，这是我们的与你面对面的时刻。是何等的奇妙，你深入过我的心，如今我的眼是单单仰望你，我能感受你的爱，我的主。再次说，主你的拯救是何等的奇妙，你深入过我的心，主每当我感到已无能为力，你伸出大的手拯救我。主，这是我们的敬拜。主你的帮助是何等的奇妙，你深入过我的心，如今我的眼只单单仰望你，我能感受你的爱，我的主。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向你敞开，阿门。求圣灵引领我，在今晚与你相遇。阿门。让我透过今晚的敬拜，圣灵的运行在我们当中。阿门。让我们心大大受感动。是。让我们领受你话语，让我们连你得到饱足。Yes。主耶稣，我在你面前献上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哈利路亚。上帝。哈利路亚，赞美神。好，请坐。在我们还没分享信息之前，有没有哪位兄弟姐妹要分享见证的？有哪位兄弟姐妹要分享吗？分享见证？有没有？对吧？还没有人举手，我牧师先哈。上礼拜潘牧师在分享啊，说有没有要见证？那我心里一直感动，想见证，但是想说，我应该把机会让给兄弟姐妹啊来分享，因为牧师常常站台啊，站在台上，常有讲话的机会，我想把机会让给别人。其实我在当水里寮教会的传道的时候，快离开时，
我在偶然机会当中发现我的身上出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必须要常常回医院去做回诊、抽血检查，然后到上一次这个状况已经跟着我已经10几年，然后上礼拜跟我的主治医师说，医生，我可不可以减药？依我的状况，我可以减药。医生说，你再加油一下，我帮你减药。不过我这次呢，我帮你把60 ml 的药减到30 ml， 就减一半。但其他的药还不能减哦，还继续。你下一次中秋节过后，你状况如果更好，我再帮你减药。哈利路亚！其实医生这样给我一个目标，给我很大的激励，很大的那个努力。所以我最近都一直努力的要去运动努力的减重所以我期待我过了中秋节的时候，我再回到医生面前，我都说那是期中考。医生跟我说：“翁先生，不错，你的状况很好，可以再减了哦。”哈利路亚！其实我常常为了我身体的状况维持祷告，因为我觉得一个牧者、一个服侍者，如果没有好的健康的身体，他其实想要做更多，他也都没有办法。那我跟神说，我这少年我少年嘛50岁啊就是我觉得我还可以为神多做一些服侍。那我就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要让身体状况更改善。所以上一次医生跟我说，我先帮你减30 ml 的那个药剂量的时候，我很高兴。他说你下一次之后更好，我再帮你减，帮你减所以我最近一直在观察我的肚子有没有少一点，小一点身材轻盈一点所以哈利路亚，感谢上帝。其实我常常为了我的状况祷告，我也常常在我们的任何聚会当中，我都默默的按着我的肚子祷告，上帝你医治我，医治我。因为在过去我曾经自己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因为我是早产儿，我的气管不好，我曾经有一次就是被上帝得到医治。有一次我去台北参加一个特会，那个牧师说：“你哪里痛你就按哪里祷告回来神学院说，每次气喘发作按着哪里祷告，不过没有马上好但我相信神终究有一天会医治我。你知道，我每到冬天的时候，我就会发作。然而在那一天当中他突然有一天神学院校运，然后我们班都叫我阿伯然后我把那个气管扩张剂就交给我同学，然后前镇教会的牧师买牧师其实这支是我的救命仙丹我若倒的时候你一定要嘴要开开要喷两个知吗？知没问题。我去跑5公里的马拉松其实那气喘不能跑，不能这么激烈运动。我跑，果然如果一演的话，我真的倒下去了，我就被扛到树下我们的同学启信同学呢，就过去就拿了气管扩张剂，一路跟着我跑。阿贝，要不要喷然后问我要不要喷。如果发作了气喘发作，我还可以回答他，早就岔起来了，还可以回答要不要喷。他就从头到尾问我阿贝要不要喷。被抬到树下之后，原来是太久没运动体力透支。感谢主，从那一次之后到每年的冬天，我的气喘就没有再发作。哈利路亚感谢主。其实我经历过这样的祷告带来的医治的恩典，我相信这一次上帝依然要帮助我。所以我一直在默默的在祷告当中，我就按着我的肚子一直在祷告，上帝你绝对要医治我，绝对要医治我，我要更服侍你，我要在你面前做见证。所以我们为了我得到那个医生帮我减30 ml 的剂量，我感谢神，哈利路亚！真的，我们真的大小事当中，我们要凡事感谢，不是说大事才要感谢啦。从小事当中，我们都要从心里发出感谢的心那有没有兄弟姐妹要分享？好，那我们招娣长老我们欢迎他。
感谢神，我现在来分享一下哈。其实我也很感谢这一次的疫情啊，对我非常的有帮助。为什么？我们这个我已经今年已经到65岁了。我9月9号可以领那个什么老人那个什么9月9号啊，重阳节。赶一下明年我就开始可以领这个那个老人津贴了哈。感谢神啊！这一次疫情让我学习到非常的多，特别是手机的部分以前也不会赖，只知道就用打电话用这样子这一次疫情又学到会赖，而且又小组也可以一起视讯而且上课的时候像这次1919也有在上课，所以就要从哪里按哪里就有荧幕出来。我其实我不懂的地方，我会一直去问人家，去问看看要怎么操作。这一次我也有报那个幸福小组，我本来是不想报那我想一想说不行，我们的小组里面也有人报名，那我也要知道说那个这一次的幸福小组它的课程是什么，我可以跟我们的小组里面来分享是这样所以我这一次也叫他来我们家帮我用这个电脑用电脑里面来上课。所以真的不要说疫情虽然大家是不愿意来，可是对我来讲，我要感谢有这个疫情，我才能学习更多。而且我更感谢的就是说，以前假如小组下大雨的时候，哇就放假了，或是说就不能去小组。我这一次不行了，不一样了，不管是刮风大雨，也可以在家里面一起小组。这个是我要感谢神透过这个疫情让我学习到非常非常的多，感谢。感谢上帝在这场瘟疫当中虽然在人看是一场灾难，但神却在当中有他奇妙的作为。阿们。那个邓长老维仁长老要分享，好，拍手。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要回应那个欧牧师的我的情况跟他有点类似我之前就肝不是很好然后以前都大概1年做一次回诊然后抽血检查等等之类然后慢慢的变成半年一次，然后在两年前有一次在照超音波的时候，医生就说你里面肝里面有一个血管瘤我听到血管瘤这是到底是什么？我就蛮紧张的。我说医生这个会怎么样嘛？那你就跟他和平相处。我说好这样子。然后那一次问诊完之后，医生就说好，你可以出去外面等。然后我就问医生说不用开药吗？医生问我说你要开什么药？就血管瘤，它虽然在你的里面，但是你要跟它和平共处。那从那一次之后，我就变成3个月回诊一次。那颗血管瘤大概有1公分左右。医生跟我讲说，你要防止撞到它，不要去破掉就好了啦。其他的应该都没什么问题。然后我原本5月份要再回诊，然后因为看好疫情那个发生，所以隔几天我就要回诊，那我就想说，那还是不要去医院好，我就跟他做取消。然后到8月底的时候，我再去回诊，就是去照超音波。然后在照超音波的时候，刚刚好我原本看的那个医生，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比较少病人在医院，所以他就停诊了。那我就看另外一个医生，我不认识的医生。然后那个医生先看我的病历，就是电脑的病历翻一翻，然后就开始跟我照超音波，照了很久很久。然后我心里面就越来越紧张。然后他又出去找学长说：“学长，你来看一下。”然后那个学长也照了很久。我照超音波大概照了半个小时，我就很紧张。那时候问医生说：“那个医生怎么了吗？”他说：“不对，我们找不到你的血管瘤。”然后说：“感谢赞美主，因为一个疫情，我的血管瘤不见了。但是医生跟我讲说，有可能是因为角度的关系照不到，但是至少我们心里面是比较安心的，因为你目前的仪器是看不到的。感谢赞美神，阿们。”感谢神
其实凡事感谢，存着盼望与信心我们一起来攻守神的话，在诗篇23篇我们今天从第1节到第6节，神的话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使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哈利路亚！礼拜天，牧师用一顿饭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继续一顿饭，那一顿饭怎么都吃不完啊？其实我们来思考，其实一顿饭，我们从诗篇23篇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启示是什么？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诗篇23篇的作者大卫，我们知道大卫是以色列伟大的而且最尊崇的一个君王。在他老年的时候，他写了这一篇，所以在大卫一生当中，他有70年，但这70年当中，他当王就有40年，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可以说他一生当中，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当王的历史蛮久。那我们看到大卫，他连老师他回顾他一生，他说：“我必不致缺乏。”如果你去探讨大卫的一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人生都一帆风顺，一帆风顺你会发现大卫一生，他也不是一步登天成为以色列王。相反的，如果你一看整个以色列史，大卫呢，他的人生是坎坎坷坷，他非常缺乏。在他孩童时候最需要父母亲照顾的时，他被派去照顾羊群。他去旷野当中去照顾羊群，而且在旷野当中，他必须要忍受高温、干旱。而且在旷野当中，他必须要保护自己，也保护他所看顾的羊群。我们知道，在旷野当中，最怕的就是野兽的出现。我们知道，这孩童最需要父母亲的时候，却被父亲差派去到旷野当中，成为雇养的少年。我们看到，在大卫的童年、青少年时，他在很艰难的旷野当中长大，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各位兄弟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牧羊人，他在旷野当中，他除了看顾这羊群以外，他还要面对野兽的敌人。然而，我们知道在看顾羊群当中，会面对什么？那个青草地的草料够不够羊群吃？所以牧羊人跟牧羊人当中，多少会为了寻找羊群的草的来源，为了这样而有争执。然而，我们看到，或许在大卫在顾了羊群过程当中，他会被别人的牧羊人赶他走。然而，圣经说，上帝要在他的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上帝要提高到他地位。有些人可能会看到大卫的那个身段、年纪，会看轻他囡仔屁这个小孩子。然而，上帝要提升他的地位，上帝要在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然而，我们今天的主题叫一顿饭。上帝要透过这个一顿饭、一个宴席当中，上帝要使他的敌人成为他的朋友，这就是恢复和睦的关系，化敌为友的喜宴。所以，当这个牧羊人之间可能为了草的来源，他们会争执。然而，在吵完架时，双方要坐下来，要透过吃喝的宴席当中，彼此化干戈为玉帛。所以，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彼此双方有一个冲突，必然是有一个坚持的立场，不愿意放下。当不愿意放下时，冲突就产生了。所以，透过这个宴席，让彼此的关系得以恢复。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跟人的关系会冲突，是因为彼此都有自己的立场跟想法。那这个想法立场，万一是冲突的情况下，必然是不和睦。所以冲突下怎么会和睦？不可能。所以我们看到生命当中，神要透过他真理的教导，让我们学习放下，让我们学习彼此的饶恕。唯有按照神的心意做，人的生命才得以得到神祝福的关系。阿们。牧师接下来要介绍一个歌手，这歌手可能大家很熟，他叫洪荣宏。洪荣宏呢，可能我们以前都会听过他的歌。那洪荣宏他小时候为了他父亲为了栽培他成为一个很优秀的歌手，一直灌输他你要成功。所以洪荣宏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被他父亲从台湾带到日本去干嘛？学习音乐。难道我们知道，一个小孩子小6的学生要离开家里，要去到日本，为了是要学习音乐，那个离家背景的那个感觉，孤单，甚至在那个异国当中要学习音乐，那个压力是好几倍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洪荣宏呢，他去日本学音乐，我们看到在那个环境、那个家里、那学习的环境，都是大人，没有小孩。洪荣宏他见证说，他在日本1年多当中，他常常躲在棉被里面哭。各位兄弟姐妹，一个小6的学生离家到外国，为了完成爸爸训练他的目的，去在国外当中，我记得我在国中考不好，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要重考。那时候重考有重考班，于是我爸爸就把我送到台北我叔叔家。我亲叔叔，有叔叔有婶婶在照顾我。那时候在国师班，太阳刚出来我就进去。等太阳下山了10点多，我才从补习班坐车回来那个家里。在补习班的生活真的很难过，因为每就是辅导老师的标准都要打一下，而且不是分数打，排名也要打。国文、数学、什么物理、化学，什么哪科的老师，反正他会帮你定那个标准。他定标准没有达到标准，老师一定打。我那时候从乡下上去台北读书我台北囡仔教读册，我真较含慢还是我家己含慢我说被打到真正叫唔敢，那个大腿稍微一碰就流血。我那补习班老师打孩子都是不会手软。第一个不是他孩子，第二个他为了成绩，他一定要打。那时候我也常常躲在棉被哭我是住在自己的叔叔家。去补习也是我要求的，我在那个台北的异地，我都这样的。我想一想，那个洪荣宏，他只是为了完成父亲的愿望，他被父亲送到日本学音乐。当他在日本的学音乐过程当中，虽然很辛苦，他遇到比他辛苦的事情打击在他身上。什么事？在他日本学音乐过程当中，他遇到他父母亲离婚。他爸爸在日本有一个小三，后来他父亲就跟他原生的母亲离婚了。这个事情，洪荣宏他见证说，他的事情打击很大。那洪荣宏他的个性原本就很闷，他遇到父母亲的离婚，他心情更自闭又在异地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洪荣宏他是这样见证说。在他母亲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他母亲的生命改变。洪荣宏在成名之后，他曾经有一段
遭受黑道的追杀。那时候洪荣宏对基督教信仰，他以为受洗之后，上帝就保守他，不会受到任何的打击。然而，我们看到那时候洪荣宏被黑道追杀时，他开始对基督教信仰有开始一个动摇，他的人生也因此陷入一个低潮当中。洪荣宏他见证说，他从此他陷入酒精的酗酒的捆绑当中，十几年。也就是说，洪荣宏他说，这10几年来，他只要没有喝酒，他就睡不着。所以他喝酒不是喝1杯2杯，是喝到烂醉如泥的情况下，他才能睡着。所以我们看到洪荣宏的生命当中，一个没有家庭的温暖，二个为了达成父亲的愿望，他被强迫高压式的带到日本学习。所以对于父亲洪荣宏对于父亲的观点，他只有一个字，他对他父亲洪一峰只有一个字：恨。在我准备分享的时候，我查一下，原来洪一峰的故乡伊对点知？伊的故乡是咸水啊，我隔壁。所以洪一峰他见证说，人不是绝对的，信主让他感觉到欢喜。洪荣宏后来他也信主了。后来洪荣宏有一次到台南，带着他的妻儿去找他的父亲，而且找他曾经他恨之入骨的阿姨跟他道歉。他的阿姨也为了他跟他父亲这样感情，介入别人的婚姻，这个阿姨也当众也跟他道歉。他们彼此道歉，彼此赦免，他们一起祷告。当在祷告的时候，他们都一起哭。洪荣宏说，他不为过去后悔，也不要为明天而忧虑，因为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洪一峰在过世之前，他写了很多诗歌来赞美神。我们知道洪一峰很有名的歌，一首歌叫做《输无的人》不？输无的人，洪一峰把这首《输无的人》改做什么？福气的人的诗歌来唱，来学到上帝。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听到洪荣宏，他原谅他的父亲洪一峰的死，甚至也原谅了当年介入他父亲的婚姻的这个阿姨。这个关系，父子关系，这个阿姨跟他们的关系，透过这样的彼此的原谅当中，来化解了彼此的仇恨。洪荣宏也因着信主的关系，改变了他10几年来酗酒的坏习惯。各位兄弟姐妹，我看到，在洪宏生命当中，真理进入他的生命里面，带来什么？带来他人与人之间的和解的关系。所以各位兄弟姐妹，我们看到信仰进入人的生命当中，它不是没有作用，它是有作用的。它是真理会带来生命的改变，也带来关系的改变。阿们。所以我们看圣经当中约伯记，我们都看到约伯，他一夕之间丧失了儿女，丧失了财产，或多或少，对于约伯来讲，他心里会有一些疑问。然而，我们看圣经当中，约伯怎么样？他很实在坦然的接受。约伯说：“赏赐是耶和华，收取也是耶和华。”面对人生的重大打击，他不埋怨，他坦然面对。各位兄弟姐妹，当然约伯后来他除了这样以外，圣经说他长了全身的毒疮，他有一些埋怨，他开始有一些质疑，甚至他心中有一些不平安的状况。但我们知道约伯是一个义人，他曾经这样思考：为何苦难偏偏找上我？为何苦难偏偏找上我家？各位兄弟姐妹，约伯他遇到这样的状况，他身边不是有很好的朋友来安慰他？那朋友有一些，他有3个朋友，这样话语当中带着那个讽刺，
大的责备，那对约伯来讲，心中有更多的难过。所以我们看到，在约伯信仰当中，他曾经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各位兄弟姐妹，在我们各位兄弟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或许我们或多或少会遇到人生的打击重担。我们刚刚听到很多我们的邓长老，听到我们招娣长老的分享，我自己也分享。我也曾经想，上帝啊，我这么献身给你还不够吗？为什么你要让我遇到这个状况？长期要3个月要看医生，3个月要抽血一次，3个月要回诊。我也曾经问过上帝，然而，在我很多质疑当中，神的话语带给我很多的启示，带给我很多的信心的盼望。所以，后来我这个状况之后，我常常祷告，我从信仰当中重新燃起对主的信心与仰望。你或许说，你牧师呢？我跟你讲，牧师嘛是人，牧师的身体遇到问题，嘛是有一段会给我走入人生的低潮跟幽谷当中。然后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你必须要重新回到神面前，用神的话语来看见神的心意。阿们。所以我们看到，约伯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临到你。”的确，我们会用这个经文让许多未信者的朋友认识，上帝所带来的是平安与福气。所以我们发现这整个经文的脉络当中，你会看到一个核心：与神和好。与神和好。所以真正的与神和好，就是什么？不要再跟神争辩了，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协调和睦，我们要心中有平安。你要在神面前谦卑承认你的错误，所以神的祝福就临到你。各位兄弟姐妹，很多时候有人因为生病就开始埋怨神，但有时候我想一想，这个病究竟是神带给你的，还是你自己造成的？坦白讲，我目前的状况是我自己造成的。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喝可乐，很多时候我喜欢喝气士沙士何牧师那时候是传道娘，都跟我讲饮料不要喝那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喝那种碳酸饮料又不运动。想一想，今天会这样呢？不是神不祝福我，是我自己怎么样？有时候是糟蹋自己，没有好好的在爱惜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来讲说吃一顿饭，其实一顿饭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和解，我们放下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的关系，我们要恢复和睦的关系，在主面前互相赦免。所以，同样的，我们在主面前谦卑承认自己的软弱，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你我的身上。阿们。虽然我说过，我目前就3个月回诊一次，但我感谢上帝，这个医生一直很用心在照顾我，他一直在看我的数字的表现，他告诉我，翁先生加油，你一定可以再恢复健康。但我不是一下子让你停药，我要让你阶段性停药，让你慢慢的降下你的药剂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神也慢慢的去重建一个目标，我健康的目标，让我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很热切的传达了上帝与人和好的信息。保罗说，上帝用无限的爱，透过主耶稣他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受死，让人恢复与天父之间和好的关系。或许我们曾经远离上帝，但因为上帝怜悯我们，上帝没有因为我们的离弃说好你给我出来4天内别回来，神依然用他慈神爱手来挽回我们。所以上帝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使人与他和好。阿们。所以和好就是和睦。所以一般世上的人，
彼此的仇恨当中，常常会透过一顿饭来彼此和睦。同样的，我们前几天在圣餐当中，我们与主同桌，我们思考，当耶稣要受钉十字架之前，他与门徒吃最后晚餐，那一个晚餐是不是一顿饭？是。然而那一顿饭当中带来什么？带来人与神之间的和睦，带来人对于神对于人的爱的救赎。阿们。所以上帝不会将我们的过犯来追究我们，所以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承担我们的罪，也满足了上帝对公义的要求，使我们与基督和好。所以当我们接受这样的上帝和平的手之后，我们不是就单单领受，我们要将这白白的恩典领受完，白白的恩典与人分享。所以我们有一个重大责任，就是传递与神和好的责任。阿们。然后怎么样与神和好？就是透过你传福音，让人知道人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都必须要透过在神面前的谦卑的认罪，使人与神关系和好。所以我们信仰当中，我们看到神的话说，在启示录第3章20节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基督在门外叩门，若开门，他要进入他那里，与他同坐席。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人的硬心，人的硬颈，不愿意降服神的话，神在门外叩门，开门哦，开门哦，主在等我们开门。很多时候不是主不愿意与我们坐席，不是主不愿意跟我们坐在一起，而是我们的心门闭着，我们不愿意打开心门来邀请耶稣与我们一同坐席。所以当我们愿意主动降服在主面前悔改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听见上帝的声音。当我们愿意悔改，主就进入我们心里面，与我们一同坐席。所以刚刚牧师说了，主耶稣与门徒一同坐席，在那最后晚餐当中，主告诉我们，也给我们一个和睦的机会。所以透过吃饭恢复关系，也盼望我们透过我们与主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不要硬心嘛，硬颈的心，使我们的心门不打开，以至于基督一直要进来，我们进不来。不是他不愿意，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一顿饭，它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祝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主的话语当中成就他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我们在你面前向你说，主，在你真理当中，我们愿意打开我们心里的门。不管主你的话语，你的任何教导，我愿意在你的面前谦卑降服。我愿意打开心门，全然的接受你对我们生命的指教，好让我们在你面前与主一同坐席。透过基督，我们与神有恢复和好的关系，使我们不再背逆神敌基督。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这时候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从我们的位置上面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再次说，主求你来恢复，主求你来恢复
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你对主说，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说愿主你的，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更多来敬拜他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主的话语翻转我们生命。阿门。我们一起来低头，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来求主来施恩带领。我们一起来三三主一起来祷告。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说，愿你的国降临。主，当你恢复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主，我们要与你同坐席。主，这是一个敬拜，这是一个祷告，这是我们的呼求。主，你来恢复我们，主，你来提升我们，主，你来扩张我们。主啊，主啊，我们向你来祷告，让我们恢复与你的关系。主，我们要更深的来爱你。主，我们要说，我们再一次的要来敬拜你。主，我们的生命要献上给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为我们教会教牧团队，我们来祷告，求主施恩带领我们教牧团队，我们的长子团队，我们的干事群，还有我们的小组长们和兄弟姐妹，我们一起为了我们教会守望祷告，求主施恩带领我们，让我们乐昌教会高举基督，荣耀主的圣名。我们现在开口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向你来祷告，我们要来为着我们乐昌教会来祷告，我们的所有的教牧团队，我们的长子同工，我们的区长，我们的各小组的组长，我们的副长，我们的办公室的核心同工，说我们交托在你面前，主，这是你设立的团队，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各自的岗位上各尽其职，为的是让耶稣基督得荣耀，为的是让福音传出去，为的是要让右昌教会充满了主你的灵魂。哈利路亚！主，我们要行你要大事，主你来浇灌我们，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来敬拜你，主，我们的右昌教会要来服侍你。哈利路亚！我们同心合一，和睦的在你面前。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主，右昌教会是属你的肢体。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宣告，右昌教会的复兴从我做起。我们宣告，我跟神的关系要复兴起来。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在你面前复兴起来。我们生命荣耀的主，将荣耀见证上帝。愿主施恩带领听我们祷告，在面前奉耶稣名求。阿门。阿门。
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用这首诗歌：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更深的说出，愿你的国，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生命里面。哈利路亚，主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主，这是我们的祷告，恢复我们，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我们也为了我们教会身体软弱的兄姐祷告，求主恩膏带领，让我们兄姐在面前得到全然医治。阿们。我们来守望，为他们来祷告，我们来宣告。哈利路亚！好的，主要主啊，我们为着我们教会主啊，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在这些有身体有软弱、身体有病痛的，在长期在回诊的，主在这个甚至是在医院里面的，神，我们都用这个神迹的祷告，主你来医治他们，主你现在你就按手，主你医治他们的软弱、他们的病痛。哈利路亚！主每一个右上教会属你的百姓，神你爱他们，神你眷顾他们，你要医治他们，你要恢复他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在这里祷告，主你在那里行神迹，主我们在这里祷告，你在那里医治。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更深的感谢。哈利路亚！我们继续来敬拜我们的神，说：愿你的国，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我们也为了我们的疫情，为了我们政府的防疫来祷告。我们为了下个月这个月中旬即将台湾的军队国防部进入我们汉光13号演习。我们有些兄弟姐妹是军人我们为了所有我们的台湾的军人保卫国家来祷告，求主帮助，让这场的演习没有意外的发生，精炼他们对国家的保护的能力。我们一起来守望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向你来祷告，所以说我们为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团队，我们的这个目标面临着汉光的演习。哈利路亚！主啊，求你来恢复，求你来医治。哈利路亚！愿你的国，主愿你的国祝福在台湾这全地，特别在我们疫情的当中。主，我们虽然已经得到了一个趋缓，我们可以聚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奉你的名，主啊，你要让疫苗覆盖率，台湾的所有的百姓都可以打到疫苗，让我们都得到绝对的保护。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向你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来赞美。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主啊，我们为了台湾的政府，然后为了防疫做了许多施政。主啊，求你给他们智慧能力，透过我们的施政，让台湾的注射率提高，让台湾的防护能够提升，让台湾的健康得到保护。愿主你施恩带领听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个月我们将台湾将进入汉光13号演习。我们有许多重新的兄弟姐妹他们政府保卫国家，来付出很多心力来保守台湾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军中的所有兄弟姐妹，在这次演习当中能够保守他们平安，增进他们保护我们的能力。主啊，让台湾这块
土地得到保守，得到平安。愿主的施恩带领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一起来敬拜他。主你的双手是何等的奇妙，你深入过我的心。对主说，每当我感到几乎能为力，你伸出大的手拯救。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他，说：主，你是我的帮助，帮助是何等的奇妙，你深入过我的心。如今我的眼只单单仰望你，我能感受你的爱，我的主。我们这时候一起，我们为了我们陈牧师师母祷告陈牧师要为了9月27、28、29在台东布农部落要带特会还有9月19、20、21，对，也在加利利也要带领特会。我们为了陈牧师师母他们要服侍来祷告，求主恩膏带领通过他们牧师的分享更有恩膏的能力，分享神的话语当中，让所有参与的是空空来的丰盛的回去。我们一起来为了陈牧师师母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向你来祷告，我们的陈牧师、陈师母，主他们在9月，他们在中秋节，他们在隔一周也都有接续的服侍。神你帮助他们，神你高抹他们，他们是你所重用、你所使用的器皿。哈利路亚，耶稣基督！主，我们向你来祷告，主啊，你帮助，主你祝福牧师手中所有的服侍，在你面前，主你一一的悦纳，一一的帮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渴慕你。再次说，主你是我的拯救，主你的拯救是何等的奇妙，你深入过我的心。每当我感到已无能为力，你伸出大的手拯救我。主你的帮助是何等的奇妙，你深入过我的心。哈利路亚！我只单单仰望你，我能感受你的爱，我的主。最后，牧师邀请你，也为你自己祷告，为你的家人祷告，为你所知道的亲朋还有还没有认识主来祷告，求主恩膏带领。最后，我们用主的主导，我们来重新来做结束祷告。我们一起来为自己，为了所有未信的家人，为神来祷告。主啊，我们为着我们的家人来祷告。主啊，我们的家人是信主的，主啊，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主你透过我们将福音传到我们家庭当中。哈利路亚，耶稣你帮助我们。哈利路亚，耶稣你祝福我们。哈利路亚，耶稣你继续的带领，求你生命的继续的保守。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求神你继续的保守。我的心单单因你与我同在，你是我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最后来敬拜我们的神。我的心安稳，
因你与我同在，是你看顾我的生。在这个应许说主，你让我们安稳，我的心安稳，因你与我同在。是的，主与我们同在，我生命主是我们的答案。哈利路亚！我的心安稳，因你与我同在，是你看顾我的生。最后一次，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他。主你的拯救是何等的奇妙，你深入过我的心。每当我感到我已不能为力，你伸出大的手拯救。带着这个应许来说，主你是我的帮助，是何等的奇妙，这是何等的奇妙，深入过我的心，入侵我的眼，期待在仰望你，我能感受你的爱，我的主。最后说，如今我的眼，期待在仰望你，我能感受你的爱，我的主。我们这时候，我们用主的主导文，我们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好，我们请坐。今晚聚会到此。